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港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土啊。观众朋友，咱今仔日过来讲疫情，今仔日本土确诊是破2万。咱知影，即马疫情迄条曲线是咧爬行的阶段，确诊人数增加，接触者嘛增加，侪人未来拢会欠用快筛，欠命侪快筛开始卖。咱看到世界拢在排队吼，无讲介好买吼。咱大家开始要以快筛这介绍出现侪无确实的消息甲言论，含政府100块买，搁卖100块，安尼是赚200，即款的妖魔鬼怪嘛有啦。确诊人数增加，来安怎来顾咱的体检医疗的量能？嘛，搁儿童预防社开始要来做吼，要做啊，无爱做，家长是真烦恼。这个问题，咱今仔日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仁济医总院长李玲婷医师，赵老师好，大家好。邀请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副秘书长刘汉忠医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英国注册医师叶定如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今仔日的本土确诊吼是破2万哦。另外，入境的居家检疫嘛改做7+7吼，因为确诊的人数，咱看到即马死亡的案例吼，有5成内底是无注意防射哦。疫情在滚价吼，大家拢烧钱去急诊做 PCR， 即马改做快筛阳性才会当做 PCR， 慢慢用基层医疗的量能吼来帮助这个 PCR 的量能吼。大家即马疫情滚价吼，侪人在做快筛吼，你感觉去买快筛一剂100块，敢会伤贵？前几阵嘛吼，有一个民意代表吼讲，德国人逐工拢咧快筛吼，一剂是30块啊。事实上，咱知影即马。咱即摆知影讲，这个消息吼是无正确，德国人并无逐工拢咧快筛，啊，即摆因的快筛一剂吼，一般的厂牌差不多是60块啦。即摆儿童的预防社要开始注射吼，要做也无爱做，大家拢真烦恼。即摆是做 Moderna， 未来敢会当甲别支的预防社难咧做咧？这咱今仔日嘛来探讨。但先咱先来看今仔日指挥中心疫情记者会。现在总共的病例是23102人哈，比昨天成长了差不多3成。到1月1号到5月2号哈，总共124708例。好，那无症状哈，轻症无症状的占了99.76%。那中症的增加了18人哈，是变成258人。那重症增加了7人哈，总共42人。那到从这段时间死亡哈，就今天早上这增加5例哈，所以总共是23例。我们总共累计已经达到300例的中重症，在今年这一波的这个疫情当中，那新增的7例重症当中，有5例是死亡的个案哦，5例死亡个案都是70多岁以上的长者哦，那5位都没有接种过新冠的疫苗。那这5位都有一些慢性疾病哦，那另外2例重症的话是40多岁跟70多岁的女性哦，那也都有慢性的疾病。那目前死亡个案23例哦，当中接种疫苗的情形哦，这23位当中有12位是没有接种过疫苗的哦，已经超过一半的比例52%，那大概将近70%哦，69%是未完整接种。对于入境的旅客哈，本来是10+7，好，那我们宣布从5月9号0时起，入境的居检的天数缩短为7+7，7天的居家检疫，好，然后7天的自主管理。那7天的里面要检查2次哈，第一次是在机场的时候。那然后在第7天的时候，要解除这个检疫的时候，要做1次的快筛。好，咱大先来请教李院长吼，今仔日讲是破纪录是2万人啦，咱看到侪人可能小看，也是会惊吓吼，赶紧要去买快筛。当这时嘛看到餐厅啦、风景区啦吼，人嘛无变少吼，前几工南行搁通车吼，侪人搁骑车也是塞车去哩吼，咱看到。大家对这个确诊人数，感觉有人有惊吓，啊有人无惊吓。但是中指挥官讲吼，未来到高峰的时阵，伊掠讲可能会高至20万啦。李院长甲咱解说一下，敢需要遮烦恼，还是讲惊吓免惊吓？这个中安怎来平衡呢？咱对于开始有这奥密克戎讲起吼，到即马为止，
头先你发现讲，敢若真严重喎，吼。是。甲顶礼拜还佫有3%，1,000岁内底有3个有中症甲重症的嘛，吼。啊，今日开始你就看到迄个拄啊淡薄你咧讲的，拢总中症甲重症的，才占1,000岁才是2岁2.7啦，吼。是。所以看起来，咱像即礼拜比前礼拜迄个重症甲重症的有较少啊。是。哦，虽然你看今日讲死亡为5个，但是迄毋是今日的，迄种是以前的留落来嘛吼。所以由即个统计数字，你看得出来讲，即个病毒愈来已经愈无毒去啊。是。啊，所以敢有需要讲，大家变嘛去做一个体检，我感觉这是问号啦。哦，因为有当时啊，你若无镜头啊，身体无安怎，你要做体检要创啥？是。哦，会用误会讲你是毋是为着要爱保险？哦，迄做毋好，当然我相信大家无迄个心啦。啊，毋过若有安尼是毋好啦。是。啊，毋过倒转来反一面来讲啦吼，是毋是真正2万个？我相信不止。哦。因为差不多70%以上拢是无镜头。是。对拢无镜头嘛。是。啊，无镜头的人，你若知讲你有啊无？啊，所以咱这边身躯边的人拢是足侪人无镜头的，搞讲袂定，若是已经有啊，无得确的。是。所以你若无镜头，我是感觉莫去体检啦。是。啊，你若无啥物迄落啥物体检阳性的，你嘛毋好去找人要甲做 PCR，迄就感觉无意思啦。吼，对咱来讲，也是讲对病人来讲是增加足大的负担。是。心理负担嘛好，也是讲医疗负担嘛好，拢真正负担。所以我建议，若无镜头，莫甲体检。啊，若无体检，若无阳性的，咱莫去做迄个 PCR。是。啊，若是安尼讲吼，数字可能毋拿2万，安尼咱来看吼，若是比2万搁较济，意思就是讲，咱的重症甲重症率事实上是搁较加，搁较济，比流行性感冒搁较少。是。所以咱有当时为着 COVID-19，会袂记你讲，咱后壁搁有足侪毛病在流行。哦。包括流行性感冒，包括肠病毒。是。包括迄个日本脑炎，拢是这时阵，包括迄个诺如病毒，拢是这个季节咧流行。是。啊，咱敢想到这项，咱无想到别项，所以有当时啊，你感觉迄若去身体有毛病的人，毋好甲想，我敢若是肠病，我敢若是 COVID-19，可能还佫有其他的毛病。哦，是。李院长吼建议大家吼，若无镜头吼，毋通拢烧钱去大病院做体检啦，因为安尼会互咱的量能无够吼。即马因为确诊人数咧增加吼，有即个新的应变的作为吼。头一个指挥中心请地方政府吼加设即个社区的体检站吼，另外大病院爱设即个防疫的门诊爱分流啦，若是轻症无症状的人快筛阳性吼，替伊提供即个门诊的服务。第三个，若是讲无症状快筛阳性，才会当去做 PCR。另外，要用基层的诊所吼来提供即个 PCR 的量能吼，这是足重要的。刘医师捌讲过，咱的医疗基层医疗的即个能力实在是足够的吼。即马做即个要帮助即个 PCR 的体检吼，刘医师你安怎看？这我想真好啦吼。实际上，咱的防疫哦，人人有责啦吼。所以每一个人拢爱甲伊的角色吼，演好好吼。像咱的病人，咱一般的人百姓，就是甲你的喙暗挂好，你手注意你的手的清洁吼。人甲人之间的距离，你甲保持又好。一个基层的医师内底，实际上，因为咱流感吼，已经做流感的即个所谓体检。已经做足侪年啊，所以实际上基层的医生咧做即个检验的时阵吼，是足顺手的啦吼。即摆就是讲有一寡的规定，就是讲伊爱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吼，伊爱通风爱有好势吼。就是讲你即个条件甲设备又好的时阵吼，是基层的医师伫咧即个体检的即方面，会当发挥真大的功能吼。即个所在就是咱医疗即个。一个真大的力量吼，就是咱的指挥中心就好好来用这个力量，吼，咱的国家吼，安尼较紧甲这个病情会当甲稳定落来吼，甲一寡爱抓出来，紧甲抓出来，吼，爱治疗紧治疗吼，安尼才袂讲安尼佫直拖。是，刘医师讲了真对吼，要用基层医疗来帮助 PCR 的量能的报道吼，咱先同齐来看。新冠本土确诊病例连续5天超过1万例。不少民众走去病院急诊做 PCR 采检，为了消透急诊的压力，
卫生指挥中心4月30日公文讲，按算予基层的医疗诊所，嘛来到做 PCR 核酸检测的工课，而且只要甲一个人做采检，就会当摕到500块的奖励金。不过有诊所的医师认为讲，这个可行性并无悬。许多诊所的空间都非常狭小，而且很难做分流管控，能够符合需求的基层医疗院所应该不会太多。基层医疗协会表示，主要是诊所的空间无够，嘛无假的骹手通来斗三工，也搁爱家己准备防护装备，减少门诊的时段，也搁有采检了后的消毒甲整理，所以愿意加入的诊所可能无真济。不过，即马确诊的人数一直加悬，指挥中心宣布，民众快筛阳性了后，才会当去病院做 PCR。有医师就预估，以南韩疫情高峰期的体检量做例，国是台北市就至少爱有过一天4万外人次以上的体检量才有够。换算成台湾2300万的总人口的话，至少要单日能够负荷39万的人次的筛检。那在单就台北市250万的人口的话，至少要4.25的人次的筛检啊。医师建议中央，即马病毒伫咧社区是探了真凶。快筛准确性甲 PCR 已经无啥物真大的差别，若是烦恼验出来是贵阳性，嘛会当做2解，而且快筛无需要医护人员执行，以快筛阳性来取代 PCR， 正做较真的标准，会当保存更较侪医疗量能，甲重点放伫咧重症高风险的族群就好。记者综合报道。好，咱过来请教老医师吼，咱看到拄则咱应仁医师讲吼，有一诊所可能空间无遐大，另外有讲伊讲到一个上重要的问题吼，都是分流爱做吼，咱会当安尼讲吼，都是基层医疗的院所吼来帮衬这个PCR 的快筛，这对医疗来讲，基层医疗来讲是有风险的哦，敢毋是？也是，这个所在是安尼啦。阮咧昨仔间开始咧含迄个市长部长咧讲的时阵吼。阮有会当讲分两部分来讲吼。第一就是讲，你的诊所若是讲你的空间有够吼，你会当有独立的迄个房间吼，会当分流的吼，你就会使带诊所做吼。是。迄阵阮有一个方式，一个建议就是讲，阮甲基层的医师吼，人阵讲咱即马像台北市有12个迄个健康中心吼，健康中心，阮就是人落去支援去健康中心带遐做 PCR。是啊，但是大家轮班吼，今仔日这个诊所，明仔载迄个诊所，啊因为本身咱台北市超过1700几间的诊所嘛吼，是啊有台北市有差不多1/3的医生是实际上伫1万几个内底有1/3的医生伫诊所，是，所以甲这个人吼，就是讲你毋是伫诊所咧看诊的人，你甲这个人会当抽出来到做这迄个检验吼 ，PCR 这个检验，啊毋是无一定伫你的诊所做，像伊的诊所，像迄若诊所伤细。咱就卖在伊诊所做，但是我的人会当去支援哦，伫健康中心吼，来做这个 PCR， 啊，这是另外一个方式。是，啊，你若讲人愈侪的时阵哦，迄阵啊实际上，阮有考虑讲，人阵即马有几百万人咧团的时阵吼，所以有的所在无定，需要去学校啦、设站啦啥吼，倒位设站，用这个设站的这个方式吼，来斗相共这个咱。迄个大病院啦，因的这个医学的量能，所以这是一个安尼，就是讲你要安怎做的这个方式，无差别尔，那无基层是绝对会当来帮忙。是，咱来请教叶医师吼，台湾Omicron 开始咧传的这个期间吼，快筛对咱真做足重要的物件吼，总是伫英国的经验内底吼，伫因放明措施了后，快筛敢是足重要的角色。对啊，英国的高峰伫咧去年的12月到1月的时阵，因一天是确诊差不多超过20万人。啊，迄时阵因就讲，快筛是阳性的，啊，都是阳性啊，恁免去做 PCR，PCR 是留互遮要用药的人，再去做 PCR，不然都是遐个要去做研究的遮个人，再要去做 PCR，所以大部分的人快筛阳性都是阳性。都是当做确诊就对，都是确诊，因为做差不多2年的快筛的研究，来去看快筛是有准还是无准，所以在2021年去年的3月的时阵，一个报告书就出来，讲快筛阳性，快筛的这个阮讲特异度的这物件，其实会使。就管的，因去做这个分析，然后来去看这个好的这个快筛到底是有准还是无准。其实迄个结果是甲阮讲是真正有够准，伊会使加准加99.97%的这个 specificity。
对，所以讲这个伪阳性其实是无讲介悬啦。对，所以一般来讲，快胎阳都差不多是阳啊，尤其是这个 prevalence 啊，这个盛行率，那就最悬的时阵，应该是免想，应该是都是阳性啊，对。哦，好啊，安尼咱来请教李医师吼。我前几工啊看到立法委员林静怡委员吼，伊家己咧试验快胎吼，伊是头压悬吼，啊，迄个试验的物件甲拄入去吼，啊，伊拄甲足深的。事实上，我看到一人咧做快胎吼，包括我的朋友，伊做快胎的时阵会惊吼，啊，无拄真深啦，而且头嘛无压悬，安尼会影响伊的健康率，敢毋是？系啊，你若抬唔到所在。当然，你吸袂到迄个检体来做快胎，所以做出来迄个阳性率就较少啊，敏感度会较少啦。所以拄啊，医师讲得足对啊，因为古早咱阵是无啥人嘛吼，所以迄个盛行率足少的嘛吼。盛行率少的，你会做出来的阳性预测值就足少的。是。啊，即马毋是咧，即马到处拢有咧吼，盛行率足悬的。伫阮流行病学角度来讲吼，你若盛行率足悬的，你做出来阳性预测值也足悬的。对。所以伊迄个伪阴性的足少的。是。啊，是讲大家这个体检吼无啥健康，就会致使咱拄正所讲的，就是事实上迄个数字其实毋难2万。啊，你有可能家己有患到病毒吼，啊，佫无症状吼，啊，你佫做快胎无健康是。阴性，安尼你连家己好利啊嘛唔知，敢毋是？对，是。安尼，咱来请教老医生吼，啊，一剂100敢会伤贵，还是讲亲像德国即马看到的，一剂60，其实是优远比台湾较低吼。啊，咱100敢真正会伤贵？我想咱即马吼，咱的迄个体检即个物件吼，自300几箍开始落来啦吼，是300几箍落到200几，落到180、150吼，啊，即马落到剩100吼。是。啊，咱顶个有咱的电视台湾有一个迄个统计数字，就是讲，伫倒一个国家的时阵，因可能超30、40箍，有诶超100箍，啊，有诶有即个数字伫咧嘿。所以实际上即个因为每一间公司咧做即种物件的时阵，有伊公司的规模啦吼，啊，伊公司的迄个产量。啊，是公司用的方式吼，还是讲伊的品质是安怎去控制？所以每一间公司应该是拢无一定的计数啦。啊，讲倒一个较健康的来讲，伊是较贵还是较俗？这我想可能真歹去讲啦吼。啊，即马100咱当期卖市场的时候，伫高雄是用59箍嘛吼，是59箍。所以实际上咱会讲知影讲吼。差不多，咱会当个降到100以下啦，吼。哦，实际上是有这个机会啦，有这个空间伫咧吼。啊，安尼这个利润，咱个安尼以后的时候，这个利润，互公司是毋是已经完了会使？吼，我想应该是会使，因为足侪国家拢已经咧做这物件，这拢毋是讲今仔日才做出来，已经2年的时间咧用啊嘛。啊，咱的政府部门，中央一个计数，咱的高雄市一个计数，啊，所以实际上。你就知影讲，这是有一个会当春秋的空间，有一个会当春秋的所在啦吼。所以100，我想毋是讲介离谱啦，但是可能会当搁较俗一寡。是，咱来请教李院长吼，在查这个快胎的计数的时阵吼，佫有人讲要引进这个用喙烂来检验吼，另外佫有人讲英国啊、甲美国是拢免钱去用分的吼。啊，事实上咱即摆嘛知影讲毋是安尼，因无一直咧分，即摆已经无啊，而且嘛毋是讲随人摕啦。啊，咱台湾即摆这个快胎的做法甲计数吼，咱会当讲每一个国家政府的补助无共，敢会当讲是因为事实上大家国家的这个税率嘛无共，政府会当补的钱是无共款的。当然，这个国家的经济福利的制度无共款，所做出来迄个方式嘛无共款啦。是，有的国家欧美迄种的国家，因的税率足悬的。是。你赚的钱大部分拢摕去做税金，所以伊为着要这百姓能较快乐、较迄个安全的居住，所以因可能一寡检查上面拢完全免费也好，还是讲计数足低也好，因拢会去补偿着。但是咱台湾你讲要增加这税金的话，
百姓大家都救叫啊吼。哦，所以你无迄个钱，你要去熬迄钱出来替百姓做这些福利，真困难啦。所以才会拄啊，咱的副秘书有讲过，讲有个所在可能会较感觉较贵淡薄啊吼。这无办法代志嘛，这每一个公司做拢无共款嘛，所以你袂用讲，我拢要叫个压甲足低吼。对于无利润，对伊来讲嘛真歹过。啊，咱也无可能完全由政府的钱来去补助所有的工课，这样做袂到的啦。是，过来请教叶医师吼，拄则讲到有人讲英国是用本的免钱，敢真正有安尼？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阵是免钱，即马开始爱钱。哦，即马开始爱用钱。就因为因拢解封去啊，因感觉 COVID 已经过去啊，所以即马是无钱不同的这个 stage 对。哦。啊，但是在最严重的时阵，是免钱无毋对。对。你讲到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英国即马感觉 COVID 这个疫情已经过啊，已经结束啊。对。是。差不多已经结束啊。对，阮即马看到的新闻，看到的医师的这个通知书，拢咧讲白病，无咧讲 COVID 啊。哦，是。对，因为过去2年足侪手术无法度好好做，是。足侪癌症啊，无好好的治疗，即马都是爱紧家治疗就好，医疗的研究嘛，无法度顺利来进行。对，所以 COVID 即马已经毋是讲最重要的代志，对英国来讲啦。但是对阮即马是上重要的时阵。是，好，观众朋友，咱台湾可能嘛在行疫情要结束前一站的这个道路吼。咱即马来看到种全台湾的平均的阳性率吼是9.63%啦，台北市是较悬14.78%。新北市是21.98%吼，这是咱即马平均的阳性率吼。台北市长讲，公费的体检站吼，阳性率是64.8%吼。郭文哲市长讲吼，体检站较危险吼，莫来哦，这个快筛阳性再来做 PCR。新北市长侯友宜讲，5月初3开始吼，公费的 PCR 的体检有症状，而且快筛阳性才要来做吼。咱来请教刘医师吼。前几工啊，咱看到有医生讲，台北市的阳性率已经超过50%吼。事实上，迄个阳性率超过50%，伊是咧讲体检站的阳性率超过50%。这个体检站阳性率50%，甲规个城市阳性率50%，应该是无共款的意义吼。是，实际上吼，这咱应该是用像即摆个咱主持人边仔即个图吼来看是较准啦吼。台北市才14.7嘛吼，伊为5.3、7点几，甲14点几，安尼慢慢直起来吼。一般来讲的话，较袂讲安尼雄雄一跳到46、50几吼。哦，伊个是可能就是伊个体检站的即个所在特别悬，但是其他的所在实际上是，你若台北市规个平均起来吼。咱用14点几来算的时阵，台北市已经几啊十万人已经着啊吼。哦。所以实际上，你台北市250万人嘛吼，已经几啊十万人着啊。你若讲，你若讲你用46%落去算的时阵吼，你们台北市有100几万人拢着啊。实际上，咱平常时安尼生活的时候，你讲你无毋着，这嘛有，遐嘛有吼，拢有人咧着，但是你讲拢总人拢着嘛，2个人拢着一个。无嘛，我想应该无即个感觉啦吼，应该无即。我确诊拢较近的，我2个人都着一个，应该是也无甲遮悬。而且有当时啊，这个数据吼，咱出来时阵吼，像伊都特别咧调讲，迄是体检站吼，所以市长讲体检站附近真危险，所以你莫来吼，对吧？实际上，即摆台北市内底上啥物区上热门吼，艋舺区吼，艋舺区。中山区吼，迄是上济，就是讲有较近的人，这2个所在实际上是上济的啦。是，事实上，虽艋舺甲中山区吼是上济，嘛敢嘛是无需要惊吓嘛，因为人若是真正遮济吼，大家拢会使讲大家拢无症状，也是轻症，事实上无需要惊吓。是，咱另外咱知影拢，咱的data拢是99点几，拢是。轻症无症头嘛吼，拢差不多0.0点几是有症头的，所以实际上大部分的人有着，但是体检你是阳性 ，OK， 体检阳性，就是安尼，就知影讲我即马有着啊，有着的时阵像即种无症头，也是讲轻症的，咱就留到厝内底嘛吼，莫拍走，
也是讲你搁去做一个 PCR 吼，确诊吼，证明讲你确实是伪阳，毋是伪阳性吼。但是迄个叶秘书已经讲过，正经咧流行是伪阳性迄种机会真少吼，真少。啊，咱顶届有讲，咱的体检的阳性加迄个咱的 PCR 即个资料的吼，就是88.7%吼，伊是正确。就是讲你若体检阳性，差不多88.7%的机会，你就是对啊啦。是。吼，所以实际上咱顺便是一开始咱就咧讲吼，讲奥密克戎入来时阵，咱看的是重症，咱看的是重症吼，咱毋是看即个数字，即个数字实际上较无啥物意思吼，因为你99点几拢是轻症无症头嘛，你就是得着嘛，敢若亲像感冒安尼尔吼。所以有个所在的医师工会已经咧讲，我即摆拢无爱睇吼。我已经无爱睇啊吼，啊若有啊，就当作感冒来治疗就好啊。哦，实际上已经有人咧有即种声咧出来啊，咧建议讲，啊，即你睇出来嘛是99点几啊，无症头，无啥物无爽快，你也免食，无一定爱食药啊。安尼敢着讲，逐工都安尼睇，甲俗你安尼。当然睇出来，咱是知影一个数字啦，啊，但是有睇无睇好，敢若对咱的生活嘛无啥物特别的迄个影响啊。是。咱来请教李院长吼，刘医师讲的这个问题，拄好就互咱了解讲，就是遮侪人，若是真正遮侪人确诊吼，大家可能有体检的方式毋对，可能有无症状吼，啊致使咱对这个阳性率的这个估计，事实上是比伊本正搁较悬来讲吼，就是大家拢重症吼，大家拢轻症，啊重症率事实上是较低。啊，那安尼讲吼，讲到这个体检的量能，因为前几工高文哲市长讲，这个公费体检的量能吼，规个台北市集计一日是差不多4000外嘛，总是安尼，咱会感觉有较低。不过，咱敢真正需要安尼一直去体检，要甲迄个数字找出来。这个时阵过来讲体检，我是感已经无啥意义啦。是，差不多足侪人有啊吼，讲啊歹搞不好是一半以上拢有啊。哦。伊个做体检是一点仔意思都无。是。拄啊，秘书长嘛讲足清楚诶，咱即马重点是甲阿中部长讲共款，咱重点是放伫重症诶。是。啊，重症诶人毋通去甲误去，啊，紧甲找出来，来送来病院做咱诶迄个治疗，才袂会引起就。不幸的迄个事故发生嘛吼，这是咱的重点。你想讲即马过去也好，咱讲3年前就好啊。3年前迄年内底，因为流行性感冒来死亡拢总几个，吼，算几啊千个嘛吼。啊，即马到目前咱到5月安尼拢总流行性感冒死亡几个，敢若无啥听的吼。啊，所以你感觉讲毋对咧吼，这个数字敢若怪怪吼。到底是 COVID-19 引起重症再来发生事故的，还是本来就流行性感冒伫遐咧发作，你家己无注意、无看到？所以你若讲流行性感冒时间，你敢有可能去所有人做体检？无可能嘛吼。拢一定想讲啊，你有敢若有真严重有肺炎嘛吼，紧来送来病院来治疗，莫哦引起到事故死亡安尼。我感觉这个观念才对啦。是。咱过来请教叶医师吼，叶医师捌讲过一个数字，就是伫这个英国即马的数字来讲吼，这个死亡率因为 COVID-19 的死亡来死亡的人，比伊本地规个社会正常的死亡率搁较低，敢是安尼？对，是看2022年正月甲2月的死亡的人来看。啊，去比较迄过去5年的平均，啊，佮把迄个 COVID 的原因给它排除掉以后，看掉的数字是1、2月死亡的人比5年的平均佮较低。哦。所以COVID 无造成这个超额死亡，这物件无发生。哦。对。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咱的疫情开始伫滚价了后吼，中重症的病例的趋势吼，咱看到头一个是4月25号，是中重症是16个吼，咱今仔日应该是昨中重症是25个，总是大家一定爱知影一个美感吼，这个4月25号吼，这确诊者是偌济？确诊者是6000外哦。啊，中重症是16个，即马
咱昨确诊者是超过1万哦。这个母数是无共款吼，而且陈建仁前副总统前几工嘛有写一篇文章吼，讲 Omicron 开始咧台湾咧传吼，对正月到即马5月，咱台湾已经增加超过12万人的确诊，总是咱的中重症率吼无提悬，就是今仔日是差不多0.27吼啊，事实上中重症率无提悬，也就是讲，咱即马疫情的控制是一个伫会当接受的范围内底啦。另外，咱搁来看吼，若是用这个中症甲重症内底来看吼。中症内底有30%的人是完全无注预防针，另外注一剂是12%，也就是加起来中症的人内底吼，超过40%的人是无注预防针，也是干那注一剂吼，啊注3剂中症的人嘛是共款40%吼，咱来请教刘医师。可能会有人讲，会奇怪，我注预防针我就注满吼，我犹原会发展做中症，安尼。保护力敢若会当怀疑呢？我想保护力唔免怀疑吼，但是因为咱所有的预防针拢共款吼，你注的时阵吼，你注1、2礼拜，像伊的抗体直直足悬的吼，啊维持一段时间，3个月、6个月以后，伊就会慢慢直直落来吼，直直落来。所以实际上，就是讲你就是有注了所有的预防针的时阵，你也是有机会吼，机会落来啊。这落来的速度是每一人拢无共款，有人落较紧，有人落较慢。是。啊，所以有的人就会着，有的人就袂着。是。啊，另外就是讲你本身的问题吼，为什么慢性病啦吼？啊，是因你有一寡啥物免疫系统有问题吼？啊，是讲你有一寡咧西药剂啥吼？就是讲有这基本的毛病伫咧时阵，这人的危险性就会较大，啊，就会较有机会。啊，咱拄仔咧讲这0.27%吼，实际上有一个所在爱注意的讲。今仔日若100个病人吼，0.27真少吼。但是即摆若1万个病人0.27，伊就会坐起来吼。对。所以重症的人，对你的着病的人数愈侪的时候，伊重症就直直悬起来。对。会直直悬起来吼。所以实际上，咱咧讲台湾重症的人，原来有可能有几千人的这种的机会。是。啊，死亡率吼，即前几工电视嘛，大家都咧查讲，偌济人，有诶讲3、4千吼。啊，有人讲1000、2000啦吼，这问题。啊，你若着的人愈来愈侪吼，实际上伊的机会就坐起来，啊，数字就会大起来。哦。啊，但是伊的百分比袂悬起来，但是伊的数字会悬起来。是。所以这咧看这个时候，就是拢要小可注意一下，这你若讲哦，你病史做大的时阵，你的重症就会坐起来啊。是。是。好，咱即摆来看重症的问题吼。重症内底吼，有这个慢性病的历史的人，拢总是接近80%哦，就是80%的人有慢性病的这个历史吼，会发展做重症。内底有0.4%吼是有心因的，啊，完全无慢性病吼是差不多要到2成啦。咱来请教李院长吼，若是照这个数字来讲吼，预防针。帮助咱的抵抗力，敢毋是真重要的？预防针咱已经有咧讲过，是对这个重症的较有啥物迄个作用啦吼。是。啊，因为像这人拢已经心脏甲肺部拢无讲真水啊吼。是。不管你是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还是慢性的肺病也好，伊这心肺功能拢比别人正常人较歹嘛。哦，啊，即只病毒甲流行性感冒病毒要共款，伊伫肺部内底若侵犯着去了，真有可能即个呼吸的功能，还是心脏的功能，会去影响真大。所以，若有即个毛病的人，伊迄个死亡率会比别人较悬，严重性比别人较悬，这是真正常的。是，好，观众朋友，咱刷落来吼，要讲儿童预防针的问题，甲幼囡仔安怎家保护的问题吼，这个问题咱先来看报道。国内新冠确诊人数一直咧加悬。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今年1月初1至5月初1，中重症的患者就已经有275例，其中有一个重症的病人是还未渡济囡仔，嘛是目前国内上细汉的重症患者。
互外界烦恼讲感染的人数持续咧增加，囡仔无法度注疫苗情形之下，恐惊会致使囡仔住院的人数增加。大人确诊的个案比较多，那幼儿都常常由幼稚园也好，或者是从同住的家人、大人照顾者去罹患。那因为疫苗没打，这样的一个新冠病毒的一个感染之后，它还是会造成的，我们比较担心这些婴幼儿的呼吸道的急症跟重症。医师表示，幼囡仔的呼吸道自本就较幼，而且目前Omicron的病毒是为脑后甲顶呼吸道开始大量生炭，尤其是1岁以下的囡仔，有当时病情的变化是真紧，若去互病毒攻击声大，声门就较会肿起来，造成下句，喘气受到影响，确实较会变做中症甲重症。另外，自从疫苗初三开始做，不过也是有真侪家长咧张图，唔知影敢要互囡仔注疫苗无？针对这点，中间研究员就讲，注疫苗是好是歹，要以父母甲囡仔的价值观来去考虑。美国住院的小孩呢，大部分都是因为有慢性病的，比如说有先天的问题啦，肥胖啦，或者是心血管、糖尿病，这些家长都要考虑好。所以原本就健康的得病的话呢，其实住院率非常的低。何美香表示，外国相关的研究报告显示，5岁至11岁健康的囡仔，若去遇到新冠病毒了后，住院甲死亡的风险相对是较低，不过风险也毋是零。囡仔若是有慢性病，就强烈建议爱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咱大生来讲，幼囡仔吼，请教老医师吼，若较减1岁的囡仔，若去遇到病毒，通常拢这个变做重症的风险是真悬啦。总是咱知影幼囡仔即马无疫苗通好做吼，咱应该安怎来保护咱厝内幼囡仔？咱保护咱厝内囡仔吼，实际上因为因即马应该是讲5岁以下吼，囡仔无甲6个月上无疫苗吼。啊，甲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实际上莫德纳伫美国已经即个研究已经做了啦吼，就是6岁至6个月疫苗吼，已经咧申請 EUA 啊吼，所以實際上以後6歲至6個月的疫苗，原來有疫苗通做吼。啊，因即個年紀的人，就實際上是內底上危險的啦吼。啊，咱即擺目前要做的是6歲至11歲啦吼，6歲至11歲。我遮有，咱若講5歲以下即個至11歲囡仔吼，咱有做2檔的預防針吼。咱遮有一個美國迄個亞利桑那迄個一個報告內底吼，會當減低31%的迄個染病的機會吼，31%吼。啊，另外一個，咱美國佇迄個2021年12月至2月的時陣吼，因迄陣仔的時陣吼有400個病人吼，405歲至11歲的囡仔住院吼，啊內底吼87%無注預防針吼，87%無注預防針。哦，所以實際上，有注預防針甲無注預防針吼，你若講攏即個來比的時陣，你住院吼，就即個咧流行的時陣，會感染、會住院的機會，兩個是實際上是差足濟。是。好，咱即馬先來看吼，若是囡仔人要注意風險，咱大先來講，中央研究院何美香老師伊的講法呢，伊事實上建議講，若是囡仔有慢性病吼，免疫力較低啦，伊其實是強烈建議愛注意風險。咱來看吼，咱為高雄來看吼，高雄是昨昏開始注預防針，第一梯吼是4個學校，伊的注射率差不多是要到50%。啊，新北市是今仔日開始做吼，第一梯是頂溪國小吼，差不多200人佔學生規個人數的3成左右。台北市5月初5要開始做吼，應該愛做的人有差不多12萬到13萬的囡仔學生吼，有意願要注射的人，同款哦，46.2%吼嘛是到差不多一半爾吼。咱家長有咧煩惱講，囡仔人到底是愛注預防針，還是無愛做？咱來請教李院長吼，這個要做還是無愛做？其實是伫考慮講伊的效益甲伊的副作用風險是安怎嘛？咱知影這個歐洲有的國家是完全都無愛替囡仔注預防針，因為伊感覺效益無較懸迄個風險吼。咱台灣應該安怎決定呢？這問題實際上真不容易回答啦吼。是。咱今日有看到小兒科醫學會有發表一篇迄個
坑囡仔一定爱住，是好处甲歹处是倒位啦吼。啊，徛伫我嘛是做医生的立场来讲即个话吼。有当时啊，咱要互人接受即种治疗，也是预防也好，可能爱想真多，讲即个好处甲歹处是差偌济。是。台湾是一个即马，咱讲较歹听，就是讲，迄囡仔敢若宝贝。对。大部分拢生一个，甚至有诶无生。所以已经囡仔算无讲真多啊。是。啊，爸母拢甲当做足疼惜诶宝贝。如果若有一个三长两短，对因来讲是真歹接受。是。所以伫政府立场，你要考虑任何一个政策，讲我要互即个囡仔受到利益，可能爱想讲，第一有风险无？哦。毋是讲有效无效无？吼，第一先考虑是有风险无？如果真正有效，但是你做落去产生这个囡仔有发生事故，要安怎去负责任？这家长厝内人一定是无通接受。所以咱若无100%讲啊，这真正无做袂使，咱再来看看家长去做这个代志。如果若是讲一半一半，像有做甲无做，迄效果一半一半，你要看看这个家长去做这个物件，可能这条路较歹行。所以我的感觉是，也是互家长甲小儿科医生，恁互相去研究讲，安尼做有适当无？有需要无？若是正经讲有需要，安尼家长讲好来做。啊，咱政府才讲好来做，我相信安尼较好啦。是，好，咱来请教叶医师吼。即马咱台湾是做 Moderna 吼，国外的研究是安怎？哦，好，先来讲，做的人，应该有分真正有爱做的，甲爱做的人，对。啊，真正爱做的人都是遮的人，甲何伟雄老师讲的，因有遮的这慢性的肺部的问题啊，慢性的心脏的问题，消化啊，甲神经啊，内分泌、免疫啊，甲这个脾脏，啊，佮有心啦，因为是讲5岁到15岁，加身体，所以遮的人绝对需要做。啊，健康的人是需要，但是爱甲医师啊，甲厝内的人甲讨论。讨论一个啊，莫德纳的时阵，但莫德纳拄有一个问题，就是 Pfizer BNT 核准的时间比莫德纳搁较早。对。所以外国的经验拢是先做 BNT， 再来去看会使做其他的预防针无？是。但是即马为一个有咱咧拍的研究是英国在去年来做的，就是叫 CONCOV3，这个混打的这个研究，但是伊的第一剂是这个 BNT， 针对这个12岁到16岁的这个青少年，因为迄个时阵伊嘛担心这个心脏发炎的问题，所以恁就做这个研究，国家来做这个研究来看第二剂要拍啥物，甲要拍啥物的剂量。安尼来去做一个上好的安排。啊，这个研究是做第一剂的full dose， 就是全剂量的这个 Pfizer BNT。啊，第二剂伊有4种的选择来去看倒一种这个副作用会较低。是。对，但是即马的结果还未出来。也无结果。还未结果。而且甲台湾是拄好倒变，因为咱即马囡仔人是做 Moderna。对，所以国际即马应该是无资料。是，是。啊，咱来请教老医师吼，若是伫这个无资料，咱唔知影男咧做的状况是安怎？啊，根据叶医师的讲法吼，英国的做法应该是爸母会甲家庭医师去讨论讲啊，我的囡仔敢是有一定需要这个预防针吼。实际上，咱台湾有的家庭嘛是有家庭医师会买当做这个讨论，总是若是决定要做囡仔人的预防针，伫咱台湾的状况来讲，即马应该安怎做？即摆是安尼啦吼，咱是毋是爱做即个囡仔5岁至11岁的预防针吼？实际上是有一个真，就是讲你的着眼点吼，你看的所在是伫啥物所在？你做预防针目的是要创啥吼？是。咱讲咱咧做预防针吼，第一就是莫染病嘛吼，莫染病啊，莫去住院嘛吼，莫去住院。啊，你个囡仔啦，迄个做预防针会当减少，就是讲你停班停课吼，啊，迄个互你的家长。因为你若破病的时候，恁大人一定要在厝里照顾嘛，是，吼要照顾啊，所以大人嘛无法度上班吼，啊，所以啊，另外就是讲，你囡仔若有染病的时阵，伊
伊会较会喂互厝内底其他的人吼，所以引起这种较大的流行会出来嘿。所以实际上，咱若讲吼，这是咱要注意用下要避免的目的吼。咱即马就是我开始为头前来行嘛吼。咱即马的时阵咱即马要注意用下内底家长上迄个我都决定的就是一个，就是讲伊的副作用嘛吼。伊的副作用，副作用内底的话，上重要一个就是心肌炎嘛吼。对。就是心脏迄个发炎的这个问题，大家拢足惊这个问题嘛。实际上吼，咱即马外国的内底迄个报告内底吼，咱的报告是安尼吼，就讲你今仔日注意用啥，吼，引起心脏发炎，甲你去调迄个 COVID-19 引起的心脏的问题吼，心脏其他发炎啥的损伤的问题，伊中是差4.4倍。是。所以你若染病的时候，你心脏受伤的机会愈较济吼。4.4倍吼。是。你若讲你若因为染病引起死亡，甲你注意用啥引起心肌的发炎，这中差不多差2倍至10倍。吼，所以染病拢较歹就对啊。吼，咱会使安尼讲，染病拢较歹就对。是。咱实际上搁转来讲，咱的迄个囡仔的心肌炎吼，实际上因为大家拢咧惊莫德纳。莫德纳这5岁至11岁迄个因为做出来研究的报告吼，伊的抗体是含咱18岁至29岁吼的抗体同款吼，所以你知影讲伊有效吼，伊有效。来即马就惊副作用，副作用是安尼吼，咱迄个伫美国注差不多900万针的迄个预防针的时候，囡仔吼，即马讲的囡仔，因有11个心肌炎吼，11个吼。咱台湾伫前一站迄个12岁至17岁的时阵吼，迄阵咧做迄个国中啦、迄个高中的时阵吼，有23个心肌炎吼。是。咱所以这个比例拢差不多100万至1左右吼。你另外就是讲，伊第一针甲第二针无共款吼。第一针的迄个引起的迄个机会吼较少吼，所以差不多100万至1%至1至2安尼。你做第二针的时候，差不多增加10倍吼。增加10倍。查甫的佫比查某的佫较济。是。查甫，所以安尼咱用这个数据吼，安尼你来看的时阵，你就知影讲，迄个咱台湾这23个内底有死亡嘛？无。所以实际上你有无毋对，你有住院，心肌有发炎，但是后壁有啥物后遗症嘛？实际上是无吼。是。所以安尼比较起来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安尼实际上咱大家做烦恼的这个所在，是毋是毋是像咱想的安尼遐尼惊人吼，遐尼紧张，遐尼惊人吼。即马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吼，咱即马是5月初嘛吼。是。咱的市长部长拢讲5月底、5月中、5月底会甲上悬的所在吼，上悬的所在。一般上悬的所在维持的时间差不多要几个月的时间吼，半个月、1个月的时间。所以你安尼一算落去的时阵吼，6月底，所以说到6月中、6月底，伊才会慢慢啊回来。回来咱起来时差不多个半月，回落嘛差不多爱个半月的时间。所以你即马5月初，你若无注意防湿啊，你即马来像伊就是你就是无注意防湿的情形来面对即个大流行。所以即个时间上是安尼，你若要做的人吼，有考虑要做的人，是毋是即马都做啊？所以有做有保庇，先做先保庇啦吼。是。即个时间上，你若讲有考虑要做的，都甲做啊吼。因为你即马无做的时阵，你甲等6月中的BNT 入来的时阵，迄阵啊大流行已经过啊。对，咧过去啊。所以即个时间上，实际上无互咱的家长做侪选择的时间啦吼。是。所以若考虑讲要做的，实际上都是甲做啊。是。阮小儿科医学会本身嘛是建议做啦吼，因为比较起来时阵吼，做的迄个利益也是比迄个伊的歹处较济啦。是。所以也是建议做嘿。是，而且遵照你今仔日做，也爱2礼拜了后才有保护力。是。敢毋是安尼？是。是安尼咱来请教李院长吼。若是讲即马做2礼拜了后才有保护力，而且咱拄则有讲到讲，敢会当难咧做？事实上，咱敢会当讲，这难咧做的问题，是一个假议题，因为若真正要难咧做，要做第2针，迄是3个月以后的代志。3个月了后，咱的疫情搁敢是即马安尼，咱嘛毋知，敢毋是安尼？
3個月後應該都無呀。所以剛才一針，也就是講真正要注第二針3個月了後，迄陣疫情可能都無疫情啊，都免是考慮迄啊。是哦，葉醫師你安怎看？所以印度的資料是甲阮講，咧囡仔人咧奧密克戎嘅大流行嘅時陣，差不多攏會染，都會差不多60%嘅囡仔人攏會得到奧密克戎。哦，對，這2個月以內就染到迄60%嘅囡仔人，所以伊傳染力能力是足懸的。所以阮真正以即擺以這個資料來看，其實應該是新竹第1檔。是過了這個高峰以後，再個考慮啦，對。也就是講，觀眾朋友，你若是真正決定要替恁兜的囡仔人注意風險，老醫師敢毋是，就是講，你若是決定要做，即擺就愛做落。是，所以我都有咧講，這個時間嘛，這個時間無互咱的家長有足濟你選擇的時間啦吼。因為你即擺做開始1禮拜、2禮拜控制起來，你拄啊好來保護你的囡仔吼，佇即個高峰的時陣吼有抵抗力。是。你即擺你若拖到6月中旬以後過去，才做的時陣，迄個高峰就過去啊。過去的時陣，迄陣就伊的效果就較無遐講安尼遐有馬上出來的效果吼。是。咱第2針是安尼啦吼，咱實際上咱若做一個建議吼，就甲家長做一個建議講，第1針做，第2針看。哦，第2針咱看嘛吼，因為咱即擺知影講無資料嘛吼，所以你第2針講要混搭要做 BNT 吼，咱即擺全世界攏無資料，所以咱的指揮中心吼 ACIP， 我想因原來會去考慮這個問題，第2針是毋是愛做吼，愛做是毋是要做共款的，還是要做跳 BNT？ 這我想這當然應該傷腦筋啦，因為我目前知影是無資料吼，因為全世界無人咧做這2個囡仔的男做伙做的這個部分。你無資料想要做決定，實際上咱指揮中心原來攏做認真、做認真的，伊袂講隨便都講你來做。其他國家有咧做這5歲至11歲迄個疫苗的時陣，因攏是共一個吼 BNT 就 BNT， 莫德納就莫德納，因是無咧男做伙做啦。是。但是迄個時間因為是3個月以後的代誌啊吼，所以迄陣啊，安尼講3個月以後是毋是疫情要差不多結束啊？我那有機會啊啦吼。好，老醫師所講的資料吼，大家家長來參考一下。同時是咱嘛來看外國注兒童預防射的經驗吼，甲因的這個注射率。咱來看這個紅色的是第1檔的，紅色是第2檔。咱來看美國吼，第1檔是82.5%啦，到第2檔完整來做是70%左右。新加坡嘛是真懸，第1檔77%，第2檔差不多要70%吼。澳洲就較低，第1檔是差不多5%，第2檔3.6%哦。日本甲南韓攏真低哦，日本第1檔敢若13.5%，第2檔8.9%吼，南韓哦佫較低，第1檔是1.3%。第2檔是0哦，咱來請教李院長吼，這款的政策咱應該安怎來分析？那咱掠做講，這個確診的人數內底吼，可能17到18%是咱的兒童。若是安尼來講，親像這個外國的經驗，咱安怎來參考咧？我拄仔就開始甲你報告講，這是足歹回答的問題。因為事實上講起來，你看迄個數字也好。外國的是咱台灣的數字也好，囡仔得的機會無真多。雖然囡仔人數佇台灣算真多，毋過因中獎的機會算真少。重症率嘛較少。所以你看，毋是干那講即幾個國家，包括日本、韓國無想要做，丹麥嘛無要做啊。吼，安尼話咱是毋是愛去考慮講？我講即話講出來會去傷到阿中啊啦吼，會去傷到部長啦，所以有陣我在忍出來底無愛講出來，就是講我的回答是，也是互家長決定啦。家長去甲恁的家庭醫師也好，恁的小兒科醫師也好，互相去討論，敢有需要做，安尼較重要。莫家己講哦，大家做咱就對人做安尼啦。哦，好，安尼咱来請教老醫師吼，咱看到日本甲南韓遮低吼，敢有一款文化的因素會當敢會當講，其實日本的大人因的注射的意願本地嘛較低來致使這款的情形。主持人講的真正確吼，
实际上，咱台湾咧住迄个一般预防车，就是囡仔迄个寻常的迄个预防车内底，咱差不多做到90%几吼，是90%几。台湾咧做预防车是做到足完全的吼，做好的。啊，但是日本咧做预防车，因就敢若爱做，敢若无啥爱做吼，所以实际上因的预防车的注射迄个比例差不多才6-7成尔。是。因本来就较无爱做预防车，哦，这是不管倒一种拢共款，嘿。是。啊，所以这含各每一个国家迄个预防的政策啦，吼，啊，甲百姓对预防车迄个的想法吼，是毋是爱做不爱做，迄拢无啥共款。所以资料为什么差遮济，就是安尼吼。啊，拄仔迄个顶下咱叶医师有讲过，英国是因为囡仔迄阵啊，大家拢有抗体啊，所以囡仔咧做预防车迄个比例嘛足低，是，对吼。迄阵啊是咱叶医师有提供这个英国的资料伫咧。